深夜，我收到一条诡异的短信，对方声称自己是穿越者，他让我赶紧离开家，否则半小时后将会被藏在我床下的变态杀死。我脚底生寒，僵在了原地。床下的确有个变态，但手机监控显示，我家门口此刻正站着一个举着刀的杀人犯。刚收到短信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谁的恶作剧，但很快我就发现不对劲，因为给我发消息的手机号就是我此时正在用的手机号。我的睡意瞬间消散。说真的，我根本不信什么穿越、预言之类的说辞，但眼下两个一模一样的手机号，又不免让我泛起了嘀咕。为了验证真假，我故意屏住呼吸。就在我快要憋不住的时候，床下传来了喘息声，声音虽然很轻，但还是清晰的被我捕捉到了。我急忙捂住嘴巴，生怕被对方察觉到我发现了他。一个可怕的念头缓缓浮现在我的脑海里，床下真的有人。手机嗡嗡响起，穿越者再次发来了消息，这次是一张新闻的截图，是一起入门凶杀案，死者死状凄惨，衣服尽数被扒光，身上布满了青紫的痕迹，头颅被人割下来塞到了玩具熊上。那人是我，凶案现场就是我现在所在的房间，而那个玩具熊此刻正被我紧紧地抱在怀里。我一个踉跄将玩具熊扔了出去，手机再次响起，这下信了吗？你赶紧离开这里，否则半小时后那人将会杀了你。你到底是谁？我颤抖着回了条消息，随后将手机调成了静音。我是穿越者，来自2037年，今天刚刚接手你这桩悬案。我拿到物证的时候，发现你的手机还有电，就随便编辑了条短信，没想到竟然能发送到你的手中。2037年，也就是3年后，悬案证明我这起案子一直没有被侦破。为什么没有被侦破？是缺乏什么证据吗？我急忙问道。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指纹，我唯一知道的就是凶手曾经睡在你的床下，其他什么证据都没有。我心里卡登了一下，没有留下指纹，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住进了我家。这个人到底是谁？他是怎么进来的？又是怎么在杀完人后悄无声息的离开的呢？好几个疑团在我的脑海中环绕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让自己冷静下来。那些都不重要，眼下最重要的是我要如何逃出这个房间。我快速分析现在的情况。我住在23楼，即便是能成功的跑出房间，等电梯的期间也会被男人抓回来。这栋小区是拆迁房，楼上楼下住的都是老年人，他们没什么战斗力。别说我呼救他们听不到，就算是我呼救被他们发现，他们也不一定敢出来帮我。所以即便出去，我也不一定就是安全的。怎么才能安全的逃出去呢？我家对面倒是住了个程序员，他一般在11点20左右回家，我只要在他回来时冲出去，躲进他家就可以了。思及此，我急忙打开了门口的监控，但下一秒我却僵在了原地，因为监控显示门口此时正站着一个举着刀的男人。你怎么还没出去？手机短信弹出来，吓得我一个机灵。我正欲回复，突然意识到不对劲，他是穿越者，又不是监控，怎么能知道我还没出去？我着急忙慌的将监控往回拉，在短信发过来的前1分钟，外面的男人抱着手机按个不停。我瞬间呆住，难道这个所谓的穿越者跟床下的变态是一伙的？为了确认这件事，我给穿越者回了条短信。还没呢，有点害怕，担心会被床下的变态发现。果不其然，短信发送成功的一瞬间，外面的男人同时拿起了手机。很快一条消息发了回来，怕什么？再不跑没时间了。我顿时毛骨悚然，他们真的是一伙的，但手机号又怎么解释呢？同一个空间怎么会出现2个一模一样的手机号呢？还有那条新闻，难道是 P 图的？我使劲咬着自己的虎口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床下有个变态，外面是他的同伙，他们故意让我发现床下的变态，怂恿我出去。只要我出去，那个人就会毫不犹豫地杀了我。但为什么？房间内动手不是更方便吗？虽然不知道原因，但很显然在家里他们好像不太方便。也就是说，比起外面，家里面更安全一些。确认了这个信息后，我稍稍松了口气。我的这套房子是30一厅，次卧由于常年没有人住，所以次卧里面简单的放了张床，还有一个大的衣柜。另外那间房改造成了衣帽间。相比之下，我更想选择次卧，会更安全一些。思及此，我屏住呼吸，缓缓地走下了床，蹑手蹑脚地往次卧的方向移动。此刻我心跳如擂鼓，终于在我紧张的快窒息的时候，终于安全地挪动到了次卧。反锁住房门，我瘫坐在门口，大喘着粗气。我的性格比较孤僻，平时没什么朋友，因为是自由职业，也没有公司群。之前跟楼下的大爷闹过一些不愉快，他3天2头的在业主群辱骂我，我索性把业主群也退了。扒拉了一圈，眼下唯一能求救的就只有闺蜜既然。其实她今天应该要来我家的，结果下午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出了意外，晚点到，还特意嘱咐我在她回来之前，谁敲门都不要开。眼下我狂轰滥炸的给她发了无数条消息，依然石沉大海，没有声响。就在我准备给她打电话时，她发来了一段视频，我点开，吓得瘫在了地上。视频上的既然被捆绑着，嘴巴上缠满了黄色的透明胶带，她双眼红肿，不断的摇晃着头求饶。我一眼就认出这是我家外面的楼梯间，旁边还堆着我扔的废纸箱壳子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她该不会是来的时候刚巧撞上门口的男人吧？我赶紧查看监控，果不其然，门口的男人不见了。挽回啦！2分钟前，既然从电梯里走了出来，他边打电话边嘟囔着什么，手刚放在门铃上，
被藏在一旁的男人给捂住嘴巴，拖进了电梯间。我退出去看通话记录，果然有好几个未接来电，都是他打来的。大概是因为我将手机静音了，所以没听到。是我害了他，我后悔自己为什么要静音，眼下连既然也害了。监控里，男人再次回到了我的门前，他晃悠着手中的东西，抬头挑衅地盯着摄像头的位置。下一秒，监控黑屏了，他早就发现我了。想到刚才他那个眼神，我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刚刚还信号满格的手机，此刻赫然显示无信号。他手里的那东西是信号屏蔽器。我踉跄的起身，在房间里走来走去。快有啊，求你了，快出现！但不管我怎么移动，都无济于事。我干脆打开窗子，将手机伸到外面，依然于事无补。他是故意将既然的视频发给我的，确保我看过视频后才切断了所有信号。他是在逼我出去。这个人对我有着过分的了解，他知道既然对我的重要性，我不可能放任他不管。即便知道是个陷阱，我还是毫不犹豫地往门口走去，哪怕拼上这条命，我也不能让既然出事。就在我的手放在门把上的一瞬，手机再次亮了起来。是穿越者，你活下来了，对不对？太好了，还好帮到了你。手机依然没信号。我虽然不知道对方用了什么方法，但我几乎可以确认，这个所谓的穿越者就是外面的男人。我愤怒回道，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，别演了，放过我姐妹，我现在就出去。对方回得很快，你在说什么？什么朋友？你要去哪？我还装，我都已经看到了，只要你别动既然，让我怎样都行。对方很着急，不间断的发来了好几条短信。对方一股脑发来了好几条短信，大概意思是让我相信他真的是穿越者。而我说的那个既然，在我死的那一晚就失踪了，在2027年的现在依然下落不明。为了让我相信，他拍了当时的案件记录，上面清晰的写着既然已经失踪了，还有关于既然家里人帮他发的寻人启事。最让我信服的还是电视节目，毕竟所谓的案件记录可以仿冒，但他没办法让当红主持人在晚间新闻的时间播放失踪信息。我彻底傻眼了，难道他真的是穿越者？外面的那个人又是谁呢？眼下已经顾不上去想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了，如何解救既然才是最重要的。就在这时，原本安静的客厅里突然传来了一阵脚步声，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伴随着咔嚓声响起，门把手转动了起来，有人在开锁。我下意识的后退几步，顺手抄起了地上的扫帚。虽然知道这东西无济于事，但至少可以有些心理安慰。此刻我浑身颤抖。吱呀，门被缓缓推开，映入眼帘的是狼狈不堪的既然，还有一个穿着警服的陌生男人。我高高举起的扫帚僵在了半空中，既然走上前将我抱进怀中。你没事吧？是不是吓坏了？我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般死死的抱紧他，嚎啕大哭。我差点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你了，边哭边手忙脚乱的检查他身上的伤口。你是怎么跑出来的？你没事吧？他拍打着我的后背安抚道。我在监控中看到有人在你家门口徘徊，就赶紧给你打电话，结果怎么打都不接，我就来了。还好我在来的路上报警了，不然咱俩现在就在地府相遇了。随后他叹了口气，你也真是的，为什么不报警啊？你知不知道那个人手里有刀，一旦进来后果不堪设想。我也想报警啊，问题是我腹背受敌。走出次卧，我看到那个持刀男人昏迷在客厅中间，身上被五花大绑。另一个呢？我四处张望。什么另一个？我顿时白了脸，指着主卧的位置小声的开口，床下还有一个啊。他们两人不可置信的看向我。林警官反应很快，抄起桌上的匕首，示意我跟既然先回到次卧，一个人往主卧的位置摸进。我隐约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，没等反应过来就被既然给拖了进去。很快，客厅里传出拖拽东西的声音，我抓紧既然的手，身子控制不住的颤抖。林警官一个人真的可以吗？要不咱们出去帮帮他？不行，既然果断拒绝了我，咱们出去只会添乱，要相信林警官。我一想也是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外面的声音逐渐弱了下去。半晌，林警官终于折返回来，我充满期待的看向他的身后，空空如也。人呢？他摇摇头，我每个房间都检查过了，别说人，就连根头发都没有。不可能！我声音陡然升高。为什么不可能？你实实在在的看到那个人了吗？这下把我问住了，我是没有见到那个人。我听到了他喘气的声音，你真的都检查了吗？衣帽间、厨房、厕所。我边说边准备自己去找，被既然强行给拦了下来。阿昭，你冷静点。林警官都检查过了，会不会是你太紧张所以听错了？前几天咱俩去度假，你非说房间里有走路的声音，结果咱们一连换了5、6个房间，你都说有声音，最后去检查结果是你神经衰弱。我一下萎了。我当然记得这件事，不仅是神经衰弱，我还总是时不时的头疼，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脑癌。该不会是神经病吧？真是晦气。既然温柔的开口，你今晚吃药了没有？对，我忘了吃药，所以才会出现了幻听。但很快我就否认了这个观点，因为还有短信。我摸了摸口袋，这才想起来刚才因为紧张手机扔在了次卧的床上。我小跑2步拿起手机，那句我给你们看证据还没说出口，就僵在了原地。因为几分钟前穿越者给我发来了一条短信。对了，你的那个朋友既然很可能是帮凶，你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，不要单独跟他在一起。既然是帮凶，我的第一反应是根本不可能。且不说既然没有理由害我，
即便真的有理由，他也不需要这么麻烦。他深知我所有弱点，想弄死我简直易如反掌。穿越者显然猜到了我的心中所想，继续说道：今晚0.07分会有一个流量小生官宣，大眼睛软件会全面瘫痪。你若是不信，可以等到那个点，届时就会知道我到底是不是来自未来了。我看了眼时间，距离0.07分只有10几分钟不到了。再说这里还有警察，那就等等吧。不对，警察。从既然来到家里，我就一直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。现在想来，所有的不对劲都出在那个所谓的林警官身上。正常来说，出现场至少要有2名警察在场才对，但林警官自始至终只有他自己。还有，在我提到主卧还有坏人的时候，他的下意识反应竟然是去拿桌上的刀子，而不是枪。他去检查主卧的时候，我分明听到了拖拽东西的声音。这样说来，既然的态度也很反常。我们去度假村那次，我坚持房间里有人走路的声音，他二话不说陪我换了一个又一个房间。可今天他不仅没有陪我验证，还不停地说服我是错觉。我下意识地看向客厅正在小声说话的季然跟林警官，他们觉察到我的目光，不约而同地一起转过了身子，那眼神就像猎人打量着待宰的羔羊。我心脏一紧，急忙低下了头。季然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异常，快步走了过来。我迅速将手机锁屏，揣进了口袋。怎么了？不舒服没？我强挤出一丝笑容，肚子有点痛，想去厕所。哦，是吗？他反问道。要不带你去医院看看吧，是不是又吃错什么东西了？你总是改不了乱吃东西的习惯。季然的关心跟往常无异，但我却从里面听出来一丝质疑。我丢了下句不用，就闪进了厕所。不管这俩是不是好人，先报警再说。打开手机，我再次感受到了什么叫绝望。刚才恢复的信号，此刻又消失不见了。难不成今晚真的要交代在这里？想到死后的惨状，我不由得浑身打了个寒战。不行，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。我洗了把脸，让自己振作起来。凡事都得有原因。假设林警官跟季然真的是帮凶，那他们这样兴师动众的杀我的理由是什么呢？总不能是心血来潮，随便杀着玩吧？我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穿越者的身上。你说既然是帮凶，那这群人杀我的原因是什么？杀我应该不需要动用3个人吧？我抱着手机等着对方的回音，不知道是没有发送成功，还是对方不想回答我这个问题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我迟迟没有收到回复，我简直想爆粗口。怎么回事？关键时刻掉链子。门外的季然已经失去了耐心。阿昭，你还好吗？都已经20分钟了，怎么还不出来？我佯装痛苦，开口道。哎呀，肚子真的很痛，稍等我一下。再次给对方发去了消息。速回。季然显然不相信我的说辞，尤其在发现我反锁了门后，他彻底急了，不停地拍打着厕所门。阿昭，你到底在里面做什么？赶紧出来！透过磨砂玻璃，我看到他冲着林警官打了个什么手势。下一秒，就听到门外传来金属碰撞的声音，配合着林警官半弯腰的动作，我猛然意识到他们这是想撬锁。我瞬间头皮发麻，急忙开口：然然，你在干嘛？我怎么听着叮当响？没事，这个门锁好像坏了，你别担心，我马上就弄开了。没有坏，是我翻锁了。然然，我在上厕所，你不要进来。他俩像是听不到我的话，撬锁的声音越来越大，甚至开始晃门，试图将整个门拆下来。我环顾四周，厕所里除了马桶刷子什么都没有。完了，难不成今晚真的要交代在这里了？就在这时，手机响起了熟悉的震动声，我激动的湿了眼眶，赶忙打开去看。下一秒，在他俩错愕的眼神里，缓缓地打开了厕所门。我故意无视他俩眼中的不解，佯装嗔怒：我都说是我反锁了，你还不信？难不成你想让我在你俩面前拉稀啊？既然笑得勉强，呵呵，是我太紧张了。你刚才说床下还有个人吗？我还以为我们检查的不够彻底，他藏在厕所绑架了你呢。哦，是吗？我反讽，开口，是你多心了。你都说是我神经衰弱了，怎么还会有人呢？室内瞬间陷入了沉默。既然跟林警官相互交换了个眼神，半晌，我率先打破了这份尴尬。林警官，我这边没事了，要不咱们去警局录个口供吧？时间也不早了。不用。既然急忙大喊，意识到自己过于激动，他急忙找补。我的意思是，不用非得今天去录口供吧？你本来就受了惊吓，再加上这么晚了，不如等明天，你说呢？林警官，后者也附和。是啊，明天吧，你们早点休息，我先把这个犯人押回去。我冷眼看着他们两个一唱一和的配合，心想接下来应该是找借口让我离开这个家里。果然，既然主动提议，你家里乱糟糟的，不如今晚去我那里睡吧。不用了。既然没想到我会拒绝他，不可置信的看着我，去你那里岂不是自投罗网？我话音一转，还是就近开间房对付一晚吧。你家这么远，咱们开车也得1个小时，不如早点休息，你说呢？他沉默了几秒，缓缓的点了点头。去酒店人多眼杂，就算是他们俩想把我怎么样也没机会。如果我执意留下，他们肯定会心生怀疑。2对1，没什么胜算。再加上现在也没信号，我就算想找救援也无能为力。所以去酒店是眼下最好的解决办法。那咱们跟林警官一起下去。刚才穿越者跟我说，我这件案子是案中案。当时在现场取到了2个人的血液痕迹，经过化验，一个是我，而另一个是最近被通缉的盗窃组织中的一员。他猜测门外那个人跟我床下那个是一伙的，2人分赃不均，外面那个把床下那个杀了。我应该是倒霉碰上了这桩案子。至于他们怎么会选择我家躲藏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
他虽然不知道，但我大约猜到了原因。说起来，那2个盗窃犯被抓也是意外。他们偷了某个地产大亨家的保险箱，由于无意间带走了大亨行贿的证据，因此大亨迟迟没有报案。后来是大亨行贿的那个官员被抓，拔出萝卜带出泥，这才把这2个人也查了出来。巧的是，他俩其中有个是开锁匠，而我之前换过锁，为了贪小便宜，随便找了个换锁的，估计是找上了其中一人。那人发现我迟迟没来入住，这才一直藏在这里。我住进来后，整天不出门，他自然也没有机会离开。也或许他觉得我这里很安全，故而也不愿意离开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冰箱里的东西总是无缘无故地消失，应该也是这个原因了。果然贪小便宜吃大亏是真理没错了。回过神，林警官跟既然还在客厅里大眼瞪小眼。怎么了？我问。既然笑笑，冷不丁的开口，我说阿昭，你还不打算跟我坦白吗？我都已经发现了。我顿时警铃大作，发现什么？难不成他发现我都知道了？不可能，他没拿过我的手机，他这是在诈我。坦白什么？我故作轻松的开口，指甲死死的嵌入了肉里。既然就这么静静的看着我，也不说话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这才从身后变戏法般掏出来2张演唱会的门票。被你感动的要哭了，你居然骗我没抢到。要不是林警官找犯人的时候无意间发现，我还被瞒在鼓里呢。原来是这个。就在准备松口气时，一双大手从我身后伸了过来，下一瞬，白色的布捂住了我的嘴巴。我不可置信的看着眼前的季然，好一招声东击西。我想挣扎，却已经晚了。失去意识前，我听到季然小声地说：“阿昭，我都是为你好，别恨我。”醒来时，我没有意外的被绑了起来，嘴巴也被封得严实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我的玩具熊，熟悉的环境让我多了些安全感。眼光透过厚重的窗帘泻进了几道，看样子天已经大亮了，外面静悄悄的，家里好像只有我一个人。这倒是个绝好的机会，趁他们不在，我得赶紧想办法自救。环绕四周，我将目光落在了化妆桌的角上，费了半天劲，我终于从床边挪到了那里。我仰起头，用嘴巴顶着桌角开始磨，好在桌角锋利，不一会儿就将胶带磨开了个口子。长时间的束缚让我迫不及待地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。休息的差不多，我借助凳子蠕动着站了起来。化妆桌上有刮眉刀，只要找到刮眉刀，就有可能把绳子割开。看着乱七八糟的化妆桌，我暗自发誓，等过了这一关，再也不拖延了。我弯下腰，用嘴巴在一众化妆品里翻腾着。由于手被反绑着，这样的姿势异常费腰。不一会儿，腰部的酸痛就转遍了我全身。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一颗接一颗的往下掉。就在我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，刮眉刀终于出现了。我用牙齿叼起来，扭过头吐在了地上，紧接着扑通倒地，用手开始摸索。平时看悬疑剧的时候，上面的主角总是很快就能将绳子割断，但现实并非如此。刮眉刀太小，手腕上的结扣又太往下，不可避免总是会割到手。我强忍着痛意，一下下地磨着绳子，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，绳子断开了。我兴奋地转动着手腕放松，顾不上手中满是鲜血，开始割脚腕的绳子。就在这时，原本寂静的门外传来了快步逼近的声音，伴随着开门声响起，季然的脸再次出现在我的眼前。说起来真的很可笑，昨晚也是这样的场景，只是昨晚他是救赎者，如今他是施害者。阿昭，你醒了。我冷漠地瞥了他一眼，再次闭上了眼睛。此刻我心跳如擂鼓，生怕被他发现我的异常。就在刚刚，我火速捡起地上的胶带往脸上缠了几圈，手背在身后假装自己还在被捆绑。既然走上前揉搓着我的头发，阿昭，我真的是为你好，等这一切都结束，我们一起去看演唱会。演唱会？真可笑。我睁开双眼，眼底满是恨意。我根本想不到他会为了钱伙同其他人来害我。更让我心寒的是，我们无话不说，如果我真的知道赃款的存在，难道我会不告诉他？还用得着这么大费周章？原以为我无声的反击会让他离开，没想到他竟然走到我身边，轻柔的开始帮我撕嘴巴上的胶带。你好好想想，之前有没有人和你提过优顿？我下意识往后挪动了下身子，躲避他手上的动作。一旦被他揭开胶带，他就会发现之前胶带的痕迹，那么我给自己松绑的事情就暴露了。既然没给我反抗的机会，强硬的按住我的头开始撕，直到最后一圈撕完，他的瞳孔骤然紧缩。门再次被推开，阳光不打招呼的泄了进来。是所谓的林警官。问的怎么样？这话显然是跟季然说的。透过两人之间的缝隙，我赫然看到外面的客厅里整齐摆放着2具尸体。季然的手一下捂住了我的嘴巴，将那句堵了回去。他神情紧张，无声的发出了个嘘，随后扭头，再给我点时间，你也知道他的情况，不可能一下就想起来。林警官退出去，室内再次暗了下来。我跟季然四目相对，从彼此的眼中看到了不一样的紧张。他的手从我的脸上挪开。你杀人了，就为了不知道是否真实存在的赃款，你杀了2个人。我声音虽小，但一字一句都落在了季然的耳中。接下来你是不是还要杀了我，把我的头安在这个熊身上？季然，你是疯了吗？事到如今，我已经不想伪装了。我大约猜到了我死亡的原因，那就是不知道赃款的下落。他脸上表情多变，由心痛、不解逐渐变成了疑惑，最后一脸惊恐的扯住我的衣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不应该知道的。我笑出了眼泪。
既然你真是个疯子，我不知道赃款的下落，你杀了我吧。他松开我，将房门反锁，再次走回我身边，特意压低了嗓子开口，回答我，这些到底是谁告诉你的？我顿觉很累，将手机从兜里掏出来，扔到了他身上。自己看，看完了给我个痛快。既然来来回回将那些短信翻看了7、8遍，最后瘫在了地上，心如死灰的说了句我上当了。这句话顿时让我来了兴趣。是不是得知我不清楚优顿的下落，开始后悔这样对我了？我们俩毕竟有20多年的情谊，即便是这一刻，我还是想劝他迷途知返。既然现在一切都来得及，你赶紧报警，只要不能报警，他立马反驳，报警的话你就完了。阿昭，杀人的不是我，是你。他问我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疯了？为了脱罪，竟然想将这一切推到你身上。我暗骂，本来就是，不是这样的。他低头，一双眸子布满愁云。既然说我床下的那个男人叫刀哥，也就是2个抢劫犯其中的一个，那2个人确实是因为分赃不均起了争执。当初给我换锁的确实是刀哥，彼时他刚刚跟自己的同伙闹翻，改头换面后准备操持就业赚笔出国的费用，带着优顿出国潇洒。他很聪明，在国内取钱，万一被同伙发现就完了。但在换锁的过程中，他得知我近1年都不会来住，于是改了主意。毕竟现在查得严，与其铤而走险出国，不如先在我家待一阵。一是能有个容身之所，二是能完美的避开同伙的寻找。但几个月后，意外出现了。我租的那套房子，房东突然决定出售，赔了我双倍的房租后，将我赶了出去。我没地方去，索性搬到了这个新家。起初我只是偶尔跟既然吐槽下家里的东西莫名其妙的消失，后来渐渐的，家里的垃圾也逐渐变多。直到有一天半夜，我起来上厕所，跟正在厕所吸烟的刀哥撞了个正着。他没想过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因为他每天都会在我睡前喝的牛奶里面加一点安眠药。巧的是，那天我胃不舒服，把牛奶倒进了下水道。他的反应比我快，在我叫出来之前，一下冲过来捂住了我的嘴巴。你手腕上这个烟疤就是那时候烫的。既然轻柔的抚摸了下那个伤口，继续讲述。当晚刀哥就将我绑起来了，他什么都没对我做，用他的话来说就是，只是想让我陪他说说话。后来家里的东西吃光了，我趁他出去买的时候，自己解开了身上的绳子，手机被他带走了，我没办法报警，只能选择跑。可刚要出门，刀哥回来了，他把我按在地上揍，反抗时，我抄起桌上的水果刀扎进了他肚子。就这样，刀哥死了。既然拎着火锅到我家时，就看到我对着刀哥的尸体发呆。他跟我一起收拾了现场，买了个冰柜，将刀哥的尸体放了进去。我因为受了刺激，选择性的遗忘了这段经历。之后总觉得身边有人在我身边呼吸、走路，但我不知道的是，当时刀哥并没死透。他用最后的气息给同伙发了条短信，说了我把他杀死的事情，也说了我家地址，唯独关于那个优顿，他只字未提。同伙认为优顿在我的手里，这才盯上了我。就算上面的一切都成立，那所谓的穿越者又是谁？既然看出了我心中的疑惑，深吸一口气解释道，我重生了。穿越者就是林警官，在既然的世界里，我死在了他的前世。死的那晚，他跟我在一起，得知同伙的目的后，为了保住他的命，我说自己才是既然，结果死在同伙的刀下。他则是被带走，经历了3年的漫长折磨。再次醒来，他发现自己重生了。不等他找到我，有人先找上了他。那个人就是林警官。林警官是同伙豢养在家里的情人，比既然早死了半年。他用我3年前的手机联系到了既然，在得知既然也重生后，他主动提出了今晚的计划。他只想要拿笔钱来弥补自己受过的折磨。最初的计划没这么复杂，他们计划让我被同伙绑架，之后同伙就会利用既然逼迫我说出优顿的下落。这时候林警官以警察的身份到达现场，先将我打晕，随后弄死同伙，连带着之前的尸体一起处理掉，这样他就可以得到优顿，而我再也不用担心背负着杀人的罪名了，因为林警官会帮忙处理掉尸体，让我们再也没有后顾之忧。并且在我的记忆中，同伙是被警察抓走了，一切都很合理。只是他没想到这个林警官私下居然给我通风报信了。既然说完，我的头转来一阵剧痛，过往的全部记忆如潮水般涌入我的脑海，被囚禁、反杀、处理尸体，还有那个被我一直藏在衣帽间的冰柜。怪不得我总是不敢进衣帽间，怪不得既然每天都会提醒我吃药，怪不得我总是觉得自己好像忘掉某些重要的事情。竟然是这样，我是杀人犯，原来我才是杀人犯。是我哭着求既然帮我，是我说不想坐牢，要不是因为这样，他就不用为了帮助我而去跟林警官合作。前世我已经把他害死过1次了，这次我不能再眼睁睁的看着他重蹈覆辙。不管怎么样，阿昭，他要的只是钱，只要他拿到钱，就会帮你神不知鬼不觉的处理掉尸体。到时候我带你离开这座城市，咱们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。你一定得想起来优顿在哪里。半晌，我冷笑出声，你错了，这个林警官压根就没想让我俩活命。既然懵了，什么意思？他说的这个计划有很大的漏洞，前世那个同伙为什么相信我叫既然呢？既然恍然大悟，身份证，我跟既然的身份证都不在身边，但我的手机里有2张我俩身份证的图，我的上面 P 了他的脸，他的上面 P 了我的脸。我说是没有猜错的话，前世我跟既然都在争到底谁才是既然，直到我说出我手机里有身份证照片。所以你觉得这个计划还能执行吗？再说了，他留着你终究是个隐患，
你知道所有的事情，即便我俩关系再亲密，杀人的终究是我。万一你说的好听，最后看到那么多钱鬼迷心窍，报警了怎么办？他不能有任何闪失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肯定还有后手。他先让季然来套优盾的下落。如果我依然相信季然，就会告诉他，这样他就能知道在哪里。如果我不相信季然也没关系，他可以承认自己穿越者的身份，佯装被季然伤害，获取我的信任之类的。总之拿不到优盾，他肯定不会罢手。但很可惜，我真的不知道其下落。那怎么办？我太蠢了，我是不是又要把你害死了？我摇摇头，你不是蠢，你是太想我可以正大光明的活着了。你太想我能够彻底忘掉杀人这件事了。我割开脚上的绳子，郑重的开口，然然，我们演一出戏吧。我把计划详细的跟他说了一下。计划终究是计划，谁都不能保证不出任何意外，顺利的进行。不要，不要！他痛苦的趴在我身上，你不能坐牢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坐牢，你本来就是为了自卫。我打断他的话，这些应该交给法律去定夺，不是吗？我宁愿坐牢，也不想你死。说完，我用力将他推开，冲着自己的手腕狠狠地割了一刀，大声怒吼道：“你要是不说实话，我绝不会告诉你优盾的下落。”叫声惊动了外面的林警官。在那之前，既然已经将门打开了，所以他顺利的走了进来。他玩味的打量着我俩。既然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底为什么要那个优盾？为什么要杀人？此刻，既然已经哭得歇斯底里。这一幕落在林警官的眼中，倒是更加佐证了这一场戏的真实性。见既然不说话，我只好再次冲着手腕划了一刀，血滴答滴答的落在地上。我的脸色开始变得苍白，说话也变得有气无力。再不说，下一刀就是脖子了。我在逼他。不要，我说。既然痛苦的爬起来，先让我给你包扎起来。当着林警官的面，既然把刚才说的一切再次重复了一遍。待他说完，我反问林：“你真的能处理好那2具尸体吗？”他露出得意的笑：“当然，保证神不知鬼不觉。既然如此，我愿意告诉你优盾的下落。”林警官看了看我，又看看季然，脸上带着玩味的笑。答应的太轻易，他自然不信。但我有个条件，我要500万，我要跟季然离开这个城市。这下他才是真的信了。毕竟那是钱，没有人不会心动。更何况我既然一直留着，代表我也想要那笔钱。如果此时我就这么轻易地交给了他，只能说明是陷阱。只有我提出要分一些，才能彻底打消他的疑虑。林警官往我嘴巴里塞了颗安眠药，晃动着手中的绳子。不介意我再帮你一次吧？我笑，当然，毕竟要报警的人不是我，而是季然。再醒来时，我人已经在医院了。季然趴在我身边，睡得正香。我小心翼翼地掀开被子准备去厕所，刚要下床，季然一个机灵醒了过来。你醒了，饿不饿？我去给你买吃的。我笑，我们安全了。他眼眶湿润的点了点头。那就好，至少他活下来了。谨慎如林，带季然出去的时候，肯定不会让他拿手机。可他不知道，我的主卧里有个淘汰了很久的手机。我将手机卡按在那个手机上，放在了季然的内衣里。趁林开车门的间隙，季然拨打了报警电话。一路上，他都在跟林聊关于那笔钱的事情。警察自然会根据信号源拦截他们。但其实，既然那天去存的是我奶奶临死前留给我的手镯，我是真的不知道优盾的下落。正沉默着，病房门被人推开了。这次是真正的警察。我姓孙，负责调查刀哥的死亡案。话落，季然的眼泪夺眶而出。我的案子宣判了。由于我属于正当防卫，再加上既然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的给我找律师，我最终被判无罪释放。宣判的那天，刚巧赶上演唱会的前一日。从派出所出来，既然死死的将我抱进怀里，哭得泣不成声。太好了，你没死，也不用坐牢。我故作嫌弃的抹掉身上的眼泪。脏死了，赶紧走开。还不赶紧出发，明天的演唱会不看了。半个月后，我突然梦到了刀哥。他浑身是血，指着我床上的小熊玩偶，艰难的开口：“记住，永远不要扔了这个东西。”我从梦里惊醒，正巧对上了玩偶的眼睛，隔着灰色的塑料壳，我隐约看到里面有个什么东西。